從前提到糖尿病有所謂小二型 juvenile 同埋成人型 adult， 現已改稱為第一型 type 1同第二型 type 2。第二型糖尿病嘅成因係肌肉無法有效咁吸收血中嘅糖，因為胰島素 insulin 無法令肌肉細胞喺自己表面安放血糖接受體，冇接受體便唔能夠兜住血糖。呢個病理現象叫胰島素抗拒 insulin resistance。胰島素係先頭部隊，通過肌肉細胞表面嘅胰島素接受體去刺激肌肉細胞，以接受體去兜住血中嘅糖。所以假如肌肉細胞冇胰島素接受體或冇血糖接受體，便無法獲得糖嘅供應。第一型糖尿病嘅病因則完全唔同。第一型屬自體免疫病，亦就係自身嘅免疫系統誤會胰臟內嘅乳型細胞係入侵嘅敵人，因而拼命去攻擊佢哋。一直以嚟，對付第一型糖尿痛用嘅方法係打胰島素針。喺2000年，一組加拿大 Alberta 大學嘅學者成功把人嘅胰乳型細胞移植到8個患有第一型糖尿病病人嘅肝內，從而舒緩咗佢哋嘅糖尿病，仲唔錯，係一個重大嘅發明。但並唔切實際，因為胰細胞移植需用到非常大量嘅胰細胞，但該細胞嘅來源十分有限，杯水車薪，解決不到根本嘅問題。除咗貨源不足，仲有一個難解決嘅現象，喺每一次移植後，血液中嘅胰島素分量只係有限度增加，實際所得與理論上應得嘅分量相差距離好大。喺呢方面，最容易嘅解釋係患者嘅免疫系統不喜歡移植入身體嘅胰乳型細胞，於是即使移植咗100個細胞，其實只有5個死剩種能發揮作用。不過呢個免疫排斥嘅理論唔太能成立，因為喺進行移植手術時，醫生已用咗抗排斥藥，例如 sirolimus 同埋 tacrolimus。既然外勞不能有效地解決問題，可否用患者自己嘅幹細胞搖身一變，化為胰乳型細胞，自給自足？喺理論上呢個係一個好辦法，一勞永逸。不過幹細胞嘅來源亦係一個問題。一啲心水清嘅學者想到咗肝可以自我增生，即使切去咗一半，唔到1個月便能長回。喺2007年9月出版嘅臨床研究學報中，一組哈佛嘅學者報道，胰乳型細胞其實有增生嘅能力。喺第一型糖尿病嘅患者體中，係免疫系統不斷攻擊胰乳型細胞，先至抹去咗增生嘅效果。佢哋同時發現，上述2個抗排斥藥本身亦抑制胰乳型細胞增生，所以若能捨棄唔用，重新設計另一啲抗排斥藥，貨源問題自必迎刃而解。